续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改选，有要参选的前立委郑丽文，今仔日专工去参加复兴宫的活动，要来争取到军系的支持。另外这边彰化县的议长谢典林，今仔日是宣布退选，伊讲是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甲抗退。 我们复兴刚的女儿丽文郑丽文要参选这一届的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。会场拢是扑克声、喝酒声，用黄福兴查某囝的名义参加年会。前立委郑丽文宣布要选国民党党魁了后，面前抢攻，亲拿票权。我也非常感谢纪凌莲上将愿意出任我的黄埔后援会的会长。罗志祥先生，他知道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准考证，所以大家决议一致全力的支持郑丽文委员。有军系做靠山，真侪退休将领嘛表明支持。进前郑丽文开始甲人请教，前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嘛大方接球，叫该说做是观察地方派系动向重要指标。只不过即马新闻学校总校长张阿中重点打造正统，要重建党调和党魂。就有党内的领导人批评我说，如果张亚中选上，中国国民党会亡党。如果本党失去了党德跟党魂，那本党才是真正亡党的开始。推出参选主题曲《国作为中流砥柱》，所以阁发表新册，强化孙中山的思想。参选人虽然白嘴，只是冇人拍退党口。自己退出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。我可以称您为国民党主席的参选人吗？现在可以不用了。正式由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抗退，胜选的台面上未选的，包括张亚中、中常委孙建平、前立委郑丽文，还前彰化县长邓碧元、立委罗志强等等，加上有意事想要参选的前国民党副主席许良斌，嘛表态和主持媒体人赵少康选一个出战。如果大家有共识，那当然就是卢秀燕。团结很重要，能赢更重要。强调的做好做王者，团出许良斌嘛面子争取地方农协会系统的支持。那党魁之争随时间渐渐变化，哪来哪抢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